喜歡到處踩單車嘅70幾歲男士，由朋友陪同到來我們辦事處，尋找性價比高嘅聽力方案。男士原來用開一個3000多元政府資助嘅助聽器，效果差。男士近期在深圳大型超市助聽中心配了一對13000多元的助聽器，效果未如理想。男士退回產品給超市，其後在香港到處試機，都揾唔到性價比高嘅助聽器，最後揾到我哋公司替男士做聽力檢查，結果是左右耳重度弱聽，高音聽得非常差。給男士試用我們的24通道 Repro AI 專業助聽器，試機時，男士的朋友在他背後及距離10多尺問男士問題，男士都聽得清楚。話你今日喺邊度？過海嗰陣。哦，今日好聽到啦。聽到。在嘈吵嘅街道上，男士朋友遠距離問他，男士都能夠對答。由於男士平常喜歡踩單車，風的噪音對男士很騷擾。試機時剛好大風，男士說聽到風聲但沒有噪音，男士非常滿意。最後，男士決定購買我們這款24通道 Repro AI 專業助聽器。祝願男士在使用我們這款助聽器後，聽力得以改善，能夠享受踩單車沒有風噪的樂趣，生活愉快，身體健康。